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的10月初5。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55篇第1节到15节，约伯记第11章第1节到20节，哥林多前书第7章10节到16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无气杀。对于约伯的3位好朋友来讲，牧师总括安尼来甲因定位，会当讲是因是最佳的损友啦吼。我这讲最佳的损友是咧讲伊是伊上好朋友吼。虽然咱知影这3位朋友是真正的朋友。但是因基本上有真侪时阵讲话真无适当吼，但是至少呢，因确实是约伯上忠心的朋友。当伊伫受难了后，一直陪伫伊的身躯边，就是这3位吼。当约伯拄着苦难、失去一切时阵，因拢无离开伊。无放杀伊，安尼随时伫伊的身躯边来甲伊讲话吼。遮会讲话讲了对毋对？咱先莫讲啦吼。上界无伫即个伊咧哀痛的中间呢，会当互约伯加减去思考，避免约伯沉沦伫迄个哀伤的中间，无法度爬起来。也亲像昨咱所讲的迄位好朋友苏雅人比勒达今仔日的那玛人说法伊某一部分也讲出真理啦吼。伫今仔日的经文第5节以后，伊安尼讲：但愿上帝来回应你，来愿意开喙来驳斥你。伊会将这个智慧的奥妙指示你。有一寡代志伤过深奥，人无法度了解。上帝对你的处罚不及你所应得的。你会通了解上帝的奥秘吗？你会当彻透全能的计划吗？伊亲像天顶无限的这个边界。你无能为力，伊亲像阴间遐尼深远，你一无所知。伊是遮尼大，比地搁较宽，比海洋搁较阔。上帝要禁止你、审判你，之罪会当来阻挡伊呢？伊知什么人是虚伪的人，伊看清楚因的歹所行。野生的梨生落来就会通来甲伊驯服吗？无知的人无法度变正做聪明。约伯你着爱心存正直，你着爱找求上帝，爱彻底清除遐个污秽你的邪恶，毋通互遐无不义来留伫你的家呢。安尼你就会当无。见笑面对世界，坚定不移，拢无惊吓。你将要袂记这一切的灾厄，伊亲像流水共款，互伫你的记忆中间来消除。你的人生就要甲中昼时的日头共款来光，虽然有黑暗，犹然亲像早起共款。你要享受安全，充满希望，上帝要保护你，互你安宁。你倒咧毋惊有对敌，侪人要来向你求助，但是迄个邪恶的人左右来观看，找袂到逃避的出路，因唯一的希望就是死的临到。是啦，只有上帝家己才是答案。只有谦卑伫主的头前的人，才会当去看到救恩。这是伫伊的朋友所讲出来的话。当然，如果
约伯的心灵有够健康的时阵，这话伊拢听会入去。但是拄着即种的苦难的人来讲，的确是无容易吼，真无简单。因为好那亲像要行伫水面的彼得共款，迄个时阵的约伯，伊的眼目拢是看到风景，看袂到对伊无气杀的上帝。之前保罗讲到结婚也是无要结婚这个观念。今仔日的经文继续提到夫妻的关系，也讲到信主的人甲无信主的人结婚的代志。这就直接回应着原起先咱咧讲到，侪人拢错误的认为保罗的教导，信甲无信的人袂当搭共一个车，迄个经文共款。保罗并毋是反对信甲无信的人结婚的代志。今日的经文非常清楚讲到这方面。伊讲对其他的人，我家己也有话讲。如果有一个信徒娶非信徒做某，伊的某愿意继续对伊过一世人的生活，伊就袂通离开放杀伊的某囝。如果有一个女信徒已经为着非信徒来结婚，安尼这个丈夫愿意继续来对伊做伙生活，伊也袂通来气杀伊的丈夫，因为迄个无信主的丈夫也因为信主的某来得到上帝欢喜来接纳，共款迄个无信主的某也因为信主的丈夫，互上帝欢喜来接纳。若是安尼讲，因的儿女就无算得到接纳吗？事实上，因拢是上帝所欢喜接纳的。保罗承认，这毋是耶稣基督的教导，是伊对耶稣基督的教导的中间启示中间所领受的。婚姻的关系必须爱是一种无离开、无气杀的决志。就算是拄着艰苦，就算有软弱，就算有可能会发生错误，伫厅的内底也需要彼此来坦然面对，彼此来认罪悔改，互相来接纳，无离开、无放杀的一种的关系。真可惜，现代人对婚的看法，却甲圣经的教示愈来愈离愈远吼。特别是咱台湾即马婚姻的制度改做即个登记制了后，有真侪人对婚姻的重视就愈来愈淡薄。真简单就会当去登记结婚，嘛真随便就会当登记离婚。迄种对誓约的看重愈来愈淡薄的时阵，彼此的尊重也相对减少。虽然任何一种的婚姻制度拢有可能产生冤家啦，还是讲离婚，但是若无重视彼此的誓约的时阵，这种的情形更较严重。伫信仰的顶悬，咱拢求上帝对咱毋通气杀咱。是嘛？安尼祈祷讲，恁着找求我的面，迄时我的心向你讲，耶和华你的面我要来找求，毋通向我来黄面，毋通发受气来赶着你的奴仆。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救我的上帝啊！毋通气杀我，也毋通离开我。父母离开我，耶和华要收留我。咱若安尼祈祷的时阵，基督徒嘛应该爱安尼做，敢毋是安尼？学习或者是决志，做一个无凊彩气杀迄种夫妻双方，或者是兄弟姊妹的关系嘛。愿主帮助咱今仔日共款，要用诗篇55篇第1节到15节来做咱最后的祈祷。上帝啊，求你耳康听我的祈祷，毋通塌捌
问听我的困求，求你阿乐听我应我悲伤无平安，海惨，拢是因为对敌的声，歹人的压制，因为因将罪过车互我，用受气逼我，我的心伫我内面真痛苦，死无的惊吓到伫我，惊吓遥遥带到伫我，惊吓晕目我就讲，愿我得到失，亲像钱仔，我就飞起，得到安然徛起。我要飞起远远，歇伫旷野。我要紧紧走到闪避的所在，脱离光大风暴头。主啊，求你吞灭因，分开因的子，因为我伫城内捌看见强暴甲杀钱的事。因暝日行驶伫城墙顶面，伫城内有虚假恶毒，邪恶伫迄个内面，压制奸诈，无离开伊的街路。因为诽谤我的毋是对敌，说事时就妖话律地，自个攻击我，毋是怨恨我的人，说事就会历来闪伊，未来了闪伊无拍算是你，拢是我平辈的人，我的同伴，我知己的朋友，咱平常三甲谈论真亲密，咱甲正人三甲行伫上帝的厝，愿死无忽然间到伫因，互因活落阴间，因为邪恶伫因徛起的所在，伫因中间。